来看，因为原住民减发补偿的争议，和总预算案第立法院卡关。行政院长杜英台的态度有得软弱，伊表示讲，若大家有共识，行政院明年会以正义合适追加预算的方式来补偿原住民。另外，台湾今年的董事长林树宏破，新的董事长洪批评讲无金融的专业。杜英台是讲哦，林树是整体考量。 台湾今年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施俊杰向互换掉，伊指记家己是因为顶人在路才互换掉，引起争议。在野更加批评新党座陆正中无金融专业，而且家族有人互通缉，指记是林树受用。谁正在设法透过逼迫台湾金联降低底价，要贱卖国家的资产，请财政部 到财政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这位吕正章呢，他过去从来没有任何的金融背景，他也没有在金融事业待过。赖清德政府排除万难，要把他安插到国营事业。 哪位更加积极讲，包含最近陈世凯接任交通部长，已向由交通安全领域专家担任的朱测规执行长，煞由法学背景的萧朴仁接任。 这拢是人事受用的案例。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是讲，政府单位换人事拢是有全盘的考量，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其他个人或有关系的家族成员有任何的特权跟不法，我们绝对严禁的禁止。 也若总预算案卡条例可能出现希望，着也关注的原住民减发补偿争议，杜永泰是讲用基金较方便，追加预算是争议较少。我认为追加预算可能是大家争议比较少的，大家如果有共识，明年我们编追加预算会有朝这个方向来做。公教人员调薪3%，如果总预算持续这样冻结在那个地方不动，那院长我们打算怎么办？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目前遇到的困难。那白党团会分别召开党团大会，讨论敢要予总预算并复委。面对调野继续攻防，杜永泰有关对总预算复委审查真乐观。记者综合报道。